然後咧，大家就可以將自己整咗嘅數位角色啦，擺落去嗰個工具入邊。咁工具入邊咧，其實有好多地方你都可以自己設定嘅。例如咧，你可以加啲佢嘅表情啦，開心唔開心啦，亦都咧可以俾一啲動作佢，咁啊變相咧個公仔就唔會淨係企喺度啦。咁而最重要就係咧，用呢啲工具咧，可以做到一個令到你嘅數位角色咧，可以個口型咧係對翻。咁即係咧，佢講嘢嘅時候咧，其實個口型同佢嘅內容咧係會同步嘅。咁變相咧，聽嗰個人咧就會真係見到講緊嗰句個口都喐緊，咁就變相容易啲去代入啦。咁喺呢度就示範俾大家睇啦。假設咧你已經整好咗一段粵語嘅配音啦，然後有圖片咧，你就可以將佢哋合埋一齊。大家好啊，我係愛拉托色尼，你哋可以叫我做愛爺爺。我嚟自2200年前嘅古希臘，當時冇電腦、冇計數機、冇 Google， 但我用我嘅眼睛、知識同腦袋做咗好多好重要嘅科學發現。入咗之後啦，我哋咧就可以睇下出到嚟個效果係點樣。大家好啊，我係愛拉托色尼，你哋可以叫我做愛爺爺。我嚟自2200年前嘅古希臘，當時冇電腦、冇計數機、冇 Google， 但我用我嘅眼睛、知識同腦袋做咗好多好重要嘅科學發現。咁大家睇完頭先個例子示範咧，都會見到，當然有啲地方可以再做優化喎。例如咧，我哋今次整嘅數位人物咧，我哋忽視咗咧佢本身有啲鬚啊，於是咧就遮咗個嘴型，咁都會影響到少少，就係嗰個對口型咧就會對得冇咁好。咁第二啦，我哋亦都咧有啲資訊素養嘅部分要提醒大家。咁當然啦，唔建議你直接用同事或者學生嘅真相係去做啲數位人物嘅合成啦，因為始終咧都要尊重翻對方嘅版權樣貌啦，同埋其實咧亦都唔係一個咁好嘅示範。咁亦都可以用一啲卡通版咧係去代替。而去到呢個部分咧，都要提醒大家啦，網絡一啲使用嘅安全啊。咁例如而家咧有一啲嘅換臉嘅技術啊，面部再現啊，人臉生成，咁其實咧都如果用喺啲唔好嘅地方咧，都可以導致到一啲譬如騙案啊、詐騙嘅出現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都做一個好嘅示範俾我哋嘅學生。俾佢哋咧知道咧，其實 AI 生成出嚟嘅片段咧，同真人咧係起碼有啲分別。咁等佢哋唔好覺得，哇，好似係可以用喺啲唔好嘅地方。咁我哋都可以喺其他資訊素養嘅部分咧，去同學生做呢啲知識嘅引入。咁等佢哋知道其實點樣去善用呢個科技咧，先至係最重要嘅。然後咧，我哋就會咧用到 Canva 咧，係去幫我哋咧將呢啲嘅片段串聯啦，甚至乎加一啲字幕啊，唔同嘅功能落去。咁 Canva 咧，我諗好多同工都接觸過噶啦。咁比較常用就用喺一啲簡報嘅設計嗰度啦。咁但係其實咧，佢都提供咗好多影片嘅範本啊。咁方便大家咧去將一條嘅混合式學習短片咧串聯起嚟。登入上啦，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。咁大家咧可以用翻你嘅 Google 帳號啦，或者你其他社交媒體嘅帳號咧，都係可以好輕易咁創建到一個戶口。咁呢度特別提醒各位老師啦，其實咧，如果你係有一啲譬如 Google 係教育版嘅 Google 咧，咁其實你都可以用嗰個戶口咧。其實 Canva 咧，佢陣間都會提到有一啲部分咧係可以唔使收費嘅。咁大家記得喺註冊嘅時候咧，最好揀翻自己係教師。咁如果你想教你嘅學生咧整一啲嘅片段啊、剪接啊，你都可以咧俾佢用到。咁佢揀翻學生就得噶啦。咁你會見到咧，其實 Canva 嘅界面咧係比較 user friendly 啦。咁入邊其實無論係整一啲文件啦、白板、簡報、社群媒體、影片、印刷品咧，其實佢都好多範本係俾你選擇嘅。咁你只要撳建立設計咧，其實已經有過百甚至乎過千個範本咧，係可以俾你去揀選。揀選嘅時候啦，其實如果你用網頁版呢，你都會見到佢入邊呢有一個好清晰嘅界面啦。咁先講下第一部分係啲乜先。第一部分呢，其實佢上面呢會俾你知道有啲咩嘅設定係可以選擇。第二部分呢，就係如果你每次要建立一個設計嘅時候呢，你都可以喺上面做一個點選。
第三個部分啦，其實咧就係一個 control panel 啦，俾你睇翻你而家可以去翻你嘅專案啦、範本啦，甚至乎一啲嘅應用程式咧都可以用到嘅。咁而揀選範本咧，其實佢都可以直接俾你睇到有咩選擇係可以用。咁呢個咧就係第四個部分。咁頭先講過啦，其實除咗整呢個簡報之外咧，都可以用嚟整影片嘅。咁呢度咧，佢可以將唔同嘅頁面咧串連起嚟。咁呢個咧，亦都係點解推薦大家去使用嘅一個原因啦。咁大家咧，如果用電腦嘅瀏覽器咧，其實你建立咗設計之後咧，已經有好多唔同嘅類型清單俾你去揀選啦。咁亦都可以咧，就住你影片嘅尺寸，到底係打橫啊，定係打直咧，去俾你自己去設定翻。咁變相咧，你就可以用喺唔同嘅平台啦。咁喺設計入邊咧，大家可以揀選翻唔同嘅範本啦。咁呢個咧，例如係一啲簡報嘅範本。咁如果你用嘅係一個影片咧，其實你都可以設定翻你所用嘅係啲乜嘢嘅範本。咁你會見到咧，其實你俾一個簡單嘅主題咧，佢已經有大量嘅範本去俾你用。咁呢度都提醒老師，其實咧，如果你純粹想整一條影片咧，有陣時你都可以用簡報入邊嘅範本嘅。咁譬如你嘅主題可能係同聖誕節有關啦，咁你可以用翻簡報範本入邊一啲聖誕節嘅元素咧，咁變相你好多嘅圖咧，唔使自己去生成，佢本身入邊咧已經有好多圖可以俾你用到揀到噶啦。咁其實用落咧係相當之容易去使用嘅，佢有好多嘅篩選器咧係可以俾你去選擇。咁變相你譬如你嘅主色調你想轉咧，其實佢都可以俾你去調節。咁而再提醒大家啦，其實咧佢有唔同嘅版本嘅，有教育版、鋪版同埋免費版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可以睇翻自己學校嘅需要啦，甚至乎咧佢有陣時亦都可以俾你揀選用教育版。咁大家可以睇翻到底邊一個最適合自己。咁當然啦，有部分嘅功能咧喺鋪版或者教育版咧先至可以用到。咁如果你學校咧係能夠幫你去做一個認證嘅話咧，咁可能你都可以用到教育版，咁功能咧就會多啲。咁咧，你點擊具有分頁嘅範本咧，其實就可以進一步睇到嗰個範本嘅資料啦，或者佢啲配色啦，或者嗰個範本嘅設計。咁用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係幾頁咁串連起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咧可以將好多頁串連成為一條影片，亦都可以將你頭先咧生成出嚟嘅數位人物咧擺落去。咁呢度咧，同大家舉一個咧，我哋用 Canva 去做剪輯啦、修訂嘅混合式學習片段嘅方式。咁大家可以睇下咧，詳細做嘅時候係點啦。咁咧呢度同大家睇下點樣去修訂一個混合式學習嘅片段。咁舉個例啦，你已經整咗你嘅數字人啦，咁你可以咧擺落去。側邊咧，頭先講過好多嘅範本咧，其實大家可以使用噶。譬如我想擺隻雀仔落去，咁我咧唔使下下都叫 AI 去生成，甚至乎佢入邊咧其實好多 GIF 嘅檔案，大家咧都已經可以做到啲動畫出嚟噶啦。咁呢個咧都俾大家睇到，其實用 Canva 咧，相對咧佢係一個比較容易嘅門檻咧，大家可以去試一啲混合式學習嘅短片。咁當然啦，唔係話 Canva 先可以做到嘅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影片剪接工具，大家都可以去試。不過當然啦，亦都要諗下呢，就係嗰個便利性啦，同工容唔容易去學啦，同埋呢度都提醒大家一個好重要嘅地方，就係呢 Canva 呢係可以喺線上呢同你嘅同工一齊去分享，共同咁編輯。咁變相啦，譬如你整咗一個嘅影片呢，你係好簡單將嗰個連結分享俾你嘅同事呢，佢已經係可以喺佢嗰邊睇到，甚至乎呢可以去做修訂啊。咁最後啦，大家咧整完一條混合式學習短片咧，好簡單，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去下載啦、儲存啦。咁儲存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可以揀選唔同嘅格式，咁睇翻你想要嘅係一個 MP4 檔啊，定係其他唔同嘅影片格式啦。咁呢度咧都俾一啲唔同嘅儲存方式啦，俾大家去參考下。咁可以擺喺你嘅線上嘅雲端，又或者你直接下載落嚟。咁可以係用 MP4 嘅方式咧，係去分享俾你嘅學生去睇。咁另外呢度咧都補充少少 Canva 入邊咧，佢都有唔同嘅 AI 功能啊。咁譬如近年佢加咗好多AI 嘅功能，可以喺圖片入邊做一啲抽取某個部分出嚟嘅功能啦。咁再簡單啲，亦都可以直接喺 Canva 入邊咧做一個 AI 生成圖像嘅。
咁好似呢度咁啦，你只需要咧俾一啲簡單嘅詞語，咁然後咧你揀獲得呢個靈感咧，已經可以生成到一啲影像或者圖像出嚟。咁頭先一樣啦，其實所有嘅 AI 圖像生成咧，你都係要諗佢嘅畫風。咁好似頭先提過嘅工具啦，其實最重要咧，你要清楚嗰啲畫風嘅唔同嘅需要，同埋嗰啲感覺係點樣。咁你會見咧，其實都已經可以出到一啲好簡單 AI 生成嘅圖片出嚟。咁可以直接用落去你嘅混合式學習嘅短片啦，喺 Canva 入邊咧就做一個編輯。咁去到呢一個部分呢，我諗大家都已經掌握咗幾部分噶啦，包括點樣整一段聲音啦，點樣整一個圖像出嚟啦，然後呢，透過一啲工具，例如 Canva， 咁去將圖片同埋聲音呢串連成為一個影片，而呢一個呢，就係一個混合式學習嘅短片，你可以用啦。咁去到最後一個部分，我哋陣間呢就會講下點樣喺個課堂應用呢個 KWLD 結合一個混合式學習嘅短片。